大家好，我係 Elvin。咁今日為大家介紹呢，就係一個酒架 wine cellar 嘅設計。咁我哋受到客人嘅委託，咁就為佢設計一個酒架啦。咁佢哋嘅要求呢，就係要一啲摩登啦、時尚啦，咁就唔要嗰啲普通嗰啲一個個木箱嘅嗰種設計。咁成個項目困難嘅地方就係客戶呢就有好多佢嗰啲珍藏嘅紅酒。咁但係現場環境呢，就淨係得好細嘅啫，就不足200尺。咁要擺晒啲酒，又要有嗰個時尚嗰個格調嘅設計呢，咁都係一個比較有難度嘅。現場環境就好似圖中咁樣，咁就不足200尺啦。咁個樓底又唔係好高，咁要擺晒嗰啲酒啊，又要擺嗰啲機電冷氣啊，咁就係相當頭痛嘅。咁我哋嚟睇一睇依家個設計係點樣。首先，我哋喺酒架嘅中心位置咧，就做咗一個圓形嘅白色雲石嘅 feature wall。咁入面咧就再有一條圓形嘅拉絲金礦。我哋就喺白色雲石上面就擺咗7個實木嘅半圓形嘅層板，去擺放客戶佢最貴重嘅酒。咁另外就再配搭銀絲啡去做整體嘅家私嘅設計嘅最主要嗰個色調。之後就再加啲滲光嘅效果，咁成個酒架嘅整體設計就會出咗嚟。雲石下面呢，我哋就設計咗一個特色嘅地櫃去擺放嗰啲開瓶器啊、一啲酒杯啊，或者一啲雪卡咁樣。而左右兩邊牆身呢，咁我哋就做一個弧形嘅酒櫃啦，咁去擺放客戶成日飲嘅酒。咁而每一支酒嘅酒底嗰個托呢，咁我哋就用翻一個拉絲金鋼去做一個承托。而每個酒櫃嘅最底部呢，咁我哋都擺翻一個實木嘅圓形層板，咁就去擺放翻客戶，譬如話飲唔晒嘅酒，咁就可以擺喺下面。而燈光設計方面呢，我哋就用翻 check light 嘅，咁樣呢就可以方便客戶隨時去加燈啦，或者減燈啦，同埋隨意調校角度。咁樣嘅報告呢，就可以好清楚咁樣分佈到最貴嘅酒啦、成日飲嘅酒啦，或者一啲飲唔晒嘅酒啦，咁就可以好清楚咁樣分類。而實木圓形嘅層板呢，咁我哋都係跟翻一啲國際嘅標準去做嗰個弧度嘅，因為始終酒呢樣嘢呢，咁就會有啲好幼啊，又或者係啲個瓶身比較粗嘅，咁樣就可以擺放到唔同嘅名貴嘅酒。設計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